继续来看高雄的市区哦，四界拢有淹水，三明区有部分大楼的地下停车场拢淹掉了，阁有一栋大楼哦，台电的机电设备嘛进水，影响到附近大楼的用电。今仔早起哦，阁熄电嘛已经赶紧在抽水了。台电统计哦，到今仔中昼，高雄阁有1000多户熄电。抽水机一直运转，淹水水位煞像要无降落。高雄三明区本合里甲德山街附近大楼的顶仔骹，遗落透早浸满浸水的物品。德山街周边大楼2号因为凯美风台严重淹水，水深上悬到胸坎，真无简单水提去，民众伫路边清理车，阁有店家赶紧整理店面。他说要1个礼拜嘞，我们前次88还是77，1个月没有电。店内乌妈妈毋是无开火，是停电，因为店家徛在大楼地下3层楼全拢淹水，台电机电相关设备拢浸水，阁牵拖到附近共用电力的大楼，互居民真困扰。食材都会坏掉啊，晚上没办法睡觉，太热。台电是说搭这边的电，那因为它这边水淹了，所以我们那一栋也没电。毋那这栋大楼对面大楼的地下机械停车场同款全拢浸水，一透早抽水机具继续运作，虽然已经抽出20桶水，但业者评估一天无法度抽刷。机械停车格底下基本上是满的，现在我们现在抽，基本上我们早上抽到现在已经抽20几吨有了，可是效果不大，因为太深了，它宽呐。毋那徛过大楼，台年伫林武的安门土厂，2号水淹超过半层楼悬，地下室嘛淹水。透早水提去了后，工厂内底乱七八糟，工作人员嘛赶紧来看安门土车敢有受损。然后车都移走了。哦。地下室淹水啊！地下室都淹水。这边整个都淹水了啦。台美丰泰强风豪雨，毋那造成真侪所在淹水，嘛连带毁损袂少台电的设备。到2日中昼为止，高雄阁有1540户停电，等待台电抢修。记者陈焕武、柯正俊高雄报道。